后来，即个这个桃园病院群聚感染确诊的个案，有袂少人伫夜病进前2、3天，就已经进入到社区来活动。像拄则所讲到的，按863护理师因一家人发病进前，就去过桃园真济所在，这拢有社区感染的风险来增加。专家来建议，应该追踪病院全体人员的去向，看因到底去过什么所在，而且来加验到核酸甲抗体，才会当确保到感染的程度。同时，整个社区还阁观察到3、4礼拜，感染无过来扩大，这个事件才会当来收煞。去素食店钱纳了，物件摕着就走。确诊的护理师查某囝暗号865，就伫摩斯汉堡桃捷 A7 店上班，敢有可能为因来感染扩大到社区？手洗干净的话，只把食品交给客人的话，这个行为风险不是那么高了。可是会讲话的是隔壁的同事，而且长时间的接触那是比较危险的哈。不过这种事情是有点运气成分。为着病，护理人员暗号863，甲已经确诊的先生，嘛伫发病进前去桃园南门市场买物件，互社区被感染的风险增加。发病前2天，他们其实都有进社区，他们都不是当天马上被诊断。那只要他们有在社区活动，那社区的人被感染就有可能。不过，互人上界烦恼的是，暗号869外一看护明明甲感染的医师、护士，伫无共款留站，互人烦恼讲，要无被发现的感染源。这个移工这个事件呢，会让我们得到个证据，说好像另外有个传染链，因为这个外籍移工跟前面的那些人目前连不在一起。所以说不定就是更早，可能有人已经被感染在部立桃园医院里面。就惊讲，原来感染事件愈来愈严重，桃园病院决定将病患疏出到其他病院的纪念病房，不过安尼敢会变成另外一个危险？这个本来就是风险之一啊，最好移到一个专责机构了，同一个地方了哈。这个时候最好还是验抗体了。专家认为，应该要追踪专业人员甲病患的动向，同时检验核酸甲抗体，并且观察社区差不多4礼拜时间，才度过这摆危机。